观众朋友，今日我好麻烦收看福喜来嘅阿明姑刘浩明。今日我哋有請到其實算是我哋福喜來嘅老朋友啦，嗬！我哋家動文史協會嘅前理事長，我哋用金苗太哥嚟到現場。金苗太哥以及家推動我哋嘅社區嘅一個發展已經過多年啦，而同時帶領到我哋社區，把我哋百姓等。百姓嘅發展，結合到我哋在地人文特色，成功把我哋家動推銷出去。而今日我來到我哋現場，都同人分享講，伊當初很樣嘅去做一個發展，同時擘開很多百姓等，擘很多百姓機，我哋馬上翻嚟睇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綠隊組隊嘅家動嘅楊金苗。頭先我哋一開始有講到講，其實也係文化發動，係算是泰國同我哋社區共下去推動出來嘛。其實係社會睇我哋也發動入邊扮演蠻重要嘅角色啦。也百姓店、百姓機也按多年來喺家動提起演變案嚟受到全國嘅個注意啦又較緊就注意到我哋客家文化傳統嘅一啲民俗活動，也挺好嘅現象也。我記得嗰萬歲以前像我哋百姓店全部用書嘅特別複雜，但是因天天社會嘅變化以後各鄉鎮我哋客家部分都冇要再用書嚟做啲複雜嘅啦，睇不用人一般用鐵架按啲篷布做嘅，參傳到我哋家動還要用清朝康熙4年，也留下來。到今年已經147年咧，書特別複雜。我哋分3年啦，但係出書版都特複雜，因幾年嚟10年後都開始有乜嘅愛唱北宮啦，個有新電用新機嘅送新電餅過來片啦，10年未見有鬧熱，按呢發通地步個主要都講，我哋之前大家都按你進行個唔會有，但是按多年來從4年前之前我哋要同咩方有建議講，講目前社會同性別平權嘛社會現在咪佢用嚟播現在農業社會地步現在可以百姓店社會用嘅是唔得百姓店我哋客家文化咪一定定與時俱進嘛，經過嗰度嘅努力以後，前4年咩方採納我哋意見，如果將社會也納入百姓店嘅啲項目我哋按照百姓機金枝玉葉枝從今年總共有25盤，社內有15盤，社會有10盤當然有等於講，少子化以後唔解啲社會人數過多也冇錯，但是我哋最主要是講性別平權啦，沒有一方面世界一啲潮流我哋政府嘅重視嘛我哋天天我哋本人看到我哋客家文化要天天社會變化啲嘢，我哋協會嘅部分要因為按嘅關係我哋建議一啲都社會人入地步另外嘢都講老人家也差唔多80多年，也係民國80多年，也係嘢廟全部都貼醫療醫療都做發通中心嘛，天天年年咧貼上下老人家全部80、90歲年紀安大，我喺咪白流退上去呢度同王爺講話創業根本冇可能嘛。我哋多年前都同咩建議過，咁望到4啲無障礙電梯本身我哋上下老人家可以方便直接同王爺，直接同北宮同馬祖嚟嘅見面同祈求。而呢做喺咪也採納也意見啦，冇款冇係做啲無障礙電梯。我記得我印象嗰次咩天然做好嘅開放嗰度老人家因為60歲都不看人送電啲輪椅上一檔個，我看到我真是看到老人家睇同網友睇祈求真了不得唔掂因為想講我20-30年來從來都冇同網友講過面，從來都冇同網友見過面，今日要按啲機會真難得，而感覺真感動我看到按啲情形，我感覺講真感動。感覺上海按啲老人家按啲要按啲我哋希望講用按啲家動嘅做法可以推動我哋客家地區嘅廟行喺以前80多年亦係要做按啲廟可以嚟參考，係可以喺度盡量嚟做，也都
佢提出一啲兩個改變啦。4年前開始加入拜神記，啊個一個武裝嘅電梯設立以後吼，你感覺講哦，文案嘅全國個注意講，要有客家人咧，按個重要嘅發動吼，要天社會進步睇改變啦吼。啊個當然開始會注意到家動要變啊嘢啊，而且家動要喺人哋綠隊地方最困難嘅，有啲可去嘅地方。可去地方有啲特殊嘅地方啦吼，個也部分啊，天媒體嘅力量睇播以後吼，嗰當然要特別去家動利用安尼機會哦，你去了解一下講也留下落來有147年咧，一啲民俗發動吼，安怎咧又繼續下落嘅吼，我是感覺講透過媒體啊個也嗰度部落客啦吼，啊個當然看啊以後。本我哋客家文化睇我哋全國嘅知名度要提升幾多啦，也安尼真好嘅現象啦。因為按你講起來，其實頭當我哋喺泰國嗬，已經45年來發生嘅事情，其實歸順咧全部擺講喺度。但是其實一地波又嗬，有幾多係愛本他嘅人參考嘅地方，天地都講。就像頭當我一開始有講到講，譬如講拜神等呀事情，嗬，其實睇我哋綠隊。學各種條其實都有拜，吼，而家還是有拜，但是特別嚟講，因為天頓時代進步，得服從嗰件事情，有時都幾麻煩，好，因為拆下來以後，要前嘅地方地留下來，明日要用人工去拆，嗰時係天頓時代進步，後來開始真係要貼皮喎，好，特別啲加費搭棚啊，不方便，好，嗰時新的一件事情還有，只是講做些嘅。好，但是做乜嘅睇家動一件事情，除了講你的服從還是用人工來帶一件事情，同時要把也俾留下來。我也係提的問題講，當初我哋其實幾多傳統嘅客家文化嘅清點，做乜嘅睇家動有許多安好嘅重視同保存。第二都講，頭都有講到講拜神記。好，因為當然係男女平權嘛，同時冇唔錯啊，而家人用嘅時候，同時師奶嘅同師妹嘅本來都平等嘅啊，基本啲師奶愛得到北公嘅祝福，師妹嘛愛嘛，哦，嗰時其實當初協會係用嘅去同他嘅人，尤其係老人家一個拜神的解啲拜神記哦，其實要推動嗰時，有人反對嘛，按定用嘅去說服一個老人家。哦，也主持人講也點清楚啦。也客家人咯，老多人以前講過硬頸，哇，佢頭腦唔會變化啦。但是也硬頸意思都冇強樣，有一個讚美意思啦。也這是在我哋協會吼，我哋經過多年嘅努力，包括同咩方嘅語言嘅溝通，冇辦法，最後咪要搶嘛，講客家屏東縣政府嘅客家事務處啊，處長，咪要文化處嘅處長，我記得是有進化一下用吼。強下來同咩方開會，就一定喺做說明以後吼，一老語言吼，你咪講一客家傳統都拜神殿都按到寫嚟，如果寫乜揀呢邊地方，一路堅持都唔係，到後尾慢慢地要等下到一個語言吼，改善全部幫個新嘅語言，舊嘅語言有一部分都點講老一批嘅語言吼已經退下差唔多嘅。新嘅語言可以接受我嘅看法咧。一方面都講，我也要提講到講，也寫喺神殿嘅數目越來越少，冇多時間都存到冇10盤咯，千百看咗嘛。寫乜加落去，我哋再做啲宣傳啊，嗬，本愛啲家動吹咯，本愛啲打邊嘅好生意，嗬，啲結婚咧寫我嗌佢鼓勵參加，人數都越來越多，你盤數越來越多，你咪鬼好。個後邊而家又採納下嚟啦，個也改變哦，要經過一段時間咧，醖釀，嗰條溝通不斷咧溝通說明，到後邊咧要認同下啲看法啦。這是其實文化改變一件事情，唔係講一拜講啊，下一拜都改變嘅，冇錯。從頭到講嘅，其實真的還是經歷過講，真係能個老時的語言，他大部分他們退役呢。新的語言上去嘅，然後可是真的會改變，但是至少以前面開始有溝通，好，本大下講人看人，而可能當時冇辦法改變，但是至少有俾我哋心地講，
也是真是有安尼，而家石头潮就安尼，所以伊就即个嘛啲啊，遇到生意嚟叫我，你叫我哋摸嘢，係啦，錯。你叫我哋摸嘢可能冇得講天天台嘅，哎呀摸嘢唔出得北宮嚟珠峰啊，咁麼？嗰種今日摸嘢嘛可以擺成記，其實伊都幾聽啊，話今日叫摸嘢嘛可以嚟，同我擺時間伊都幾耐啊。其實喺度，以前有到做阿公嘅，即個嘛提講，哎呦，擺成記以後也拉嘛古咯擺成記嘅呀。嗰種其實慢慢，他也會了解到，但是其實我哋做係個問題都講，做嘛嘅從亞嘅文化發通，其實聽我哋陸隊嗰度地方路慢慢嚟一做一些嘢，做嘛嘅睇家動，還是願意地保留下來。哦，家動要考去啲向啦，啊講過嘢都。嗰早期吼經濟前景無強樣，如講農業社會改變以後，嗰多人出來那邊讀書，啊聽那邊識條路，啊家動因為安尼嘅關係吼，留啊睇上下人過少嘅啦，啊講過嘢都講，因為留啊睇上下人過少，嗰種家動嘅發展都無人驚，啊無人驚佢因緣際會啊，可能如果因為安尼發展無人家，嗰時候都講要延續到我哋家動有生命嘅博物館留下來，按到東西有關係啦，有兩者有關係。啊，安尼關係，人哋些上下部分吼，他敢對安尼客家文化傳統萬過堅持，啊萬過有啲使命感。所以我講咪啊，佢做到出那邊讀書嘅啊，讀書都睇靠本人睇法院做青少年輔導嘛，係嘛？但是古了以後，我不感覺講，我哋要談下，我要貨房，我要種樹，我講有啲我哋以前成發嘅地方，要我哋貨房要一談下，我哋設計，都可以延續我哋客家文化傳統，但係都冇我哋場域，冇有貨房，冇談下嘢，客家要刪下嚟，刪下冇講啦，多時間客家文化都慢慢都消失嚟嘛。外面都講家動同其他鄉鎮嗰無強樣嘅地方嚟講，家動發展過慢，嗰無發展，因為嗰無發展，嗰就保留安尼東西。如果睇上下老人家對呢方面咧，佢堅持，我哋萬世有感覺到我哋睇人啥，我哋條擺萬世貨房嘅啲成塊嘅過場地方，我哋咩意味講人哋傳統吼。最重要，我哋會有啲使命感。嗰種希望講把留下來啦。嗰種從家動嘅地方來講嘅話，其實因為伊嘅生活過慢，但是伊嘛慢慢地把一條最重要客家文化全部保留下來嘅。休息下後，下一段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次節目來自我哋家動文史協會嘅前理事長，我哋嘅見面睇過，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都係當初慶陽係去擺成記嘅一啲交通嘅過程。我想問一下睇過，因為其實頭先已經講到幾精彩嘅部分，都講當初成記，擺成記啊，算是新嘅文化傳統，慢慢地把一啲屬於我哋在地客家文化傳統變成一啲文化發通嘅。好，一部分的過程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睇一講一下好嘛？也主持人講也係咩鬼神奇嘅一啲。喺度幾長嘅過程。係啊，都而啲家動也做德福廠啊，或者有小記講，也要延續147年來嘅一啲用書嚟特別服廠嘛。也睇人哋都對啲杯冇看到其他鄉鎮用人哋方式。第二盤人哋家動嘅德福廠啊，盤書嗬，都個新店同新記嘅人數啊，相對多啦。以目前嚟講啊，相對多。當然以前有100個盤啊，模仿我強一比嗬。但是而家嚟講，20人盤、30人盤啊，嗬，未相對多。萬多，萬貴多睇少子化人哋情形之下嗬，會變咁講家動就話萬多人願意強啊。講強嘅有願意鼓勵入平即個參加呢擺成店，到底是乜嘢力量嘅嘢？我哋要上到呢個，我哋家動一邊客家人可能因為早期嗬，許多家動啊，我生活嘅環境唔係安好，他嘅凝聚力強，家動因為4大家族、4大家族，
烧、立、用、落，还有些世界太家族，也世太家族地步吼，佢技术都发展，米咧也佢有发展。从社会啊，一路全台湾最太有进有落安尼客家微量部嘛。按讲杨部呢，有重建的一啲货房嘅吼，四合院呢有19条门店哦。啊，罗部咩国泰有进有落一啲厂面呢，一啲客家微量部啊，啊年部就出很多二线。我觉得家动也安尼，企业太家族地步吼，佢咱凝聚力特别强。啊，特别强地步，以为你要感觉讲，贵嘅种客家种嘅氛围吼，有同其他地方冇乜共样。啊，第一步我观察到种女仆啦。啊，啥美容啊，啊，啥讲其他慢慢来的话，伊发展哦，可能许多社会影响嘅发展变得过急，啊，过急伊嘅新嘅物件过多，啊，家庭万相对来讲啊，万无啊，这个货房堂下万保留过多，包括路头嘅朋友咁讲，按你堂下过年过节有乖嘅呢，有特别嘛，门前制同窗前制嘛，我讲有啊，我哋看那结果万难万有吼，啊个面容啊小可万有，但是家庭都万有啦，嗰度堂下看那万有特别嘅东西，啊到年初三迄个都社會都冇嘅啦，但你平常看唔到啊，對，但過年過節都看得到。我我意思講，即透過安尼，我哋家庭一部分嘅凝聚力吼，啊個事業太家族嘅強下愛睇嘢啊，不一方面都講，未來家族有嘢發展，啊一方面可能啱嘅呢兩地方講講，一事業家族地方不比較。譬如講，社會你冇樣，楊冇樣，羅冇樣，個奇怪嘅現象，一定會比較。我唔入邊對家族做某事情，我不要出嚟某能源啊，什麼東西啊，會小可會有啲比較嘅作用啦。哎呀，比較作用唔係講唔安尼幾好啊，有安尼正面嘅鼓勵作用啊，錯冇？可是安尼睇起來吼，其實你想頭我哋咧泰國有講都講，相對其他村莊來講嘅話，家度唔係講發展得過強，好，可能一部分喺前2-3年算是一個弱勢，好，因為他個人看到啊，我一發展咧，有一綁線路嘅，有一起線路嘅吼，但是其實因為個啊家度感覺到個發展比人個慢，但是冇想到其實都有經驗，一種慢，當初嘅慢。好，當初保留下來的一種我哋講老屋、古屋，而家變成一個貴珍貴嘅東西。錯。因為像健康我哋其他村莊來講嘅話，因為啊，以前冇，後因為一幾年嘅體價貴過嘛，你看到冇啊？有啲貨房嘅，譬如講我哋女輩錢好稀啊，啊，你話唔錢上到講，因為佢嘅佢都拆嘅咧，伊啱佢全部拆牆，你突然講啊，我哋冇錢好稀啊咧，嗰度冇個賣氣啊，可能因為分家以後。哦，可能都體價要漲嘅，可能都切一半要差嘅啲。係嗰時講，其實對幾多嘅村莊來講嘅話，發展嘅過程地步都變成幾多嘅年來嘅一些事情冇保留下來。但是同時喺家庭來講嘅話，也還是要保留下來。同時，像到我哋喺泰國有講到㗎，我哋喺四大家族，好，其實我哋把嗰種係最強嘅東西，其實留喺睇下。當下本人看到，我哋家族有安尼能力，同時嘛保留到，算是我哋傳統裡面最強嘅部分留喺睇幾片。嗰時候變成家庭更加有一啲活的博物館，蠻上嘅一個博物館。但係如果有博物館地步嘅人，還是生活在地步。佢當初也講蠻上嘅博物館吼，因為我嚟講，因為活的博物館意思講，其實有博物館嘅人，全部喺呢啲地步，而唔係像外面俾人看好舊嘅，其實全部人喺呢地方。當初有個概念係用出來。哦，也講到呢個非常感謝嘅珍貴嘅先生，吼，講過嘢啊，如果一句話啦，家庭嘅安人個多啦，個唔會計較嘅人個多啦。哦，安人多，個唔會計較，要願意付出嘅人個多。唔個要計較啊，唔係要賺嘢要賺啊，都嗰度事情都冇辦法做嘅。嗰日最少要推到1995年，到民國84年，珍貴嘅先生，珍貴係意思啊。但是佢可惜啦，伊去年嘅8月初6號，因為安尼病啊過身嘅吼，我哋感覺講非常嘅非常可惜啦吼。啊，嗰我哋家庭文史協會第上正月19啊吼，我哋要去家庭嘅
杨木祠堂也有办一个纪念回顾展，因为纪念过30年前，30年前我班头上按人道都也已經老呀，30年嚟30年前正規嘅先生大量按到熱心嘅，包括美容愛用協進會啦、客家公益會啦、客家雜誌啦，嗰度好多人啊，或者都關心我哋台灣文化資產嘅，他佢味道爭取保存楊木祠堂嘅大標。到1996年嘅8月份，內政部正式公告楊木祠堂為國家3級古蹟。安尼過程我哋相當一部分真感動啦。如果我哋台灣人類按多年對自家家鄉嘅東西，對我哋這個寶貴嘅，不管是建築文化各方面，個重視咧，幾個先生如果領頭羊帶養，入邊幾個先生嘅帶養以後。咱要幫我哋家當嘅菜地嘅人感覺，我哋家當年來要按講嘅東西唔係講我本人講過，小木唱小木嘅呀，入邊按楊木祠堂講，楊木祠堂今年度104呢，104啊，日本太政12年做到也係已經104，全國人間嘅客家半夜祠地方有啲太極兩儀祠嘛，就這都幾個先生，整幾個先生。也開始帶量，開始我哋菜地嘅居民都想講，我哋按講嘅地方，我哋可能保留啊，然後慢慢，過咗咁樣裝下電木，攞個增加生路嘅部分，你帶動我哋用楊木塘下嘅重建嘅部分，你每一點串聯好了，都變咗一個帶，變咗一個帶，都變咗一個整個區塊，區塊都有個很用嘅地方有啲嘛。也安尼按到嘅地方睇地方，差唔多範圍1公里啦，有5個3級古蹟，有2個歷史建築啊，有6對史實嘅步道。當然除了幾個現場嘅帶領以外，我係面對個公部門，尤其係中央嘅客家委員會啦，屏東縣政府嘅客家事務處啦，也公部門嚟講，上公所嘅今年真天數真多，伊哋有資源，伊哋有看到家當，有看到我哋客家文化按寶貴嘅東西。有遠見，許多幾個先生嘅影響以後，伊願意投入按到資源入邊，公部門投入資源入邊地步以後，如帶動幾個後輩變啊，人哋講嘅有生命嘅博物館，活的博物館啊，有生命博物館，有生命博物館，如果1970年法國開始興起一個新嘅博物館嘅觀念啦，到1990年以後，能引進到我哋台灣，也範圍1公里啦，按到無共用嘅客家建築一條動態地方，一般嘅老百姓就生活嘅地方，個縣政府嘅文化處也有聽議，就係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聽議把它定位在個有生命的博物館，有生命嘅博物館，有活的博物館，我面都講也聽議安尼個有意義啦，當然除了幾個市場帶動以外，其他從我不是我哋在做啊，你30年前因緣機會聽到幾個市場在做，都感覺我哋家鄉安講，我哋都冇辦法再度繼續嚟結合我哋其他人嚟向下達標咯。佢有願意繼續做下來，重點有呢個重要，嗰度外地嘅人有想法嘅人如果嚟看嘢講，客家文化按講，用冇辦法去注入新的元素，乜嘅元素冇經濟冇經濟都冇辦法發展嗰時候都連續到乜嘅中山大學嘅器官呢個博士嘅教授個後輩然後都來以後，我哋結合中共北京大學。中山成功大學、屏東大學啦、真修啦、文藻啦、福音，就屏東科技大學，總共有北京大學嘅教授，然後對安尼個有觀念嘅人，包括器官、國際貿易、語文各方面的，一個呢邊個家庭按到按我文化，用個經濟冇辦法好來咯，家庭鐵山有蓮霧有嗰度東西用辦法，有上個也文化做基地，可以帶動我哋家庭嘅部分咧，
一个影响。嗰時其實學識一部分其實沙期之後，我有冇看我嘅結果。錯。嗰時家同我哋同人講，其實我哋呢一啲細沙期地位，嘛可以有幾大嘅力量。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講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上一節目來自我哋家東文史協會嘅前理事長，我哋金苗太哥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一定當初係讓把家東同我哋學識做一啲結合。從當中我哋要講到講，其實唔單止講係因為有一啲有什麼樣嘅博物館以後，然後同時同我哋學術單位去做合作嘛，嗬。那其實你一般嘛係算是我哋客莊文化體驗嘅一啲示範點。好，那當初我有一個示範點咩嘅產生咯？哦，也都應該是講到講家東因為變啊有什麼樣嘅博物館嗬，我哋博物館以後嗬，縣政府一部分都咁講，我哋家東要按豐富嘅客家文化部分嗬。咁一路我長期喺家東文史協會嘛，因為講家東有安尼條件啊，嗰時一路因為講嗬，安尼啊都將安尼家東列為客莊嘅文化體驗據點嘅一個點啦。我哋同我哋培訓總共有17個導覽解說員，我哋做帶路人啦。本來開放俾我哋屏東縣咧，所有人去報考。我記得是50人嘅人嚟報考。過嚟都書訓係要在考試考到最後面存到17個啦。做17個，17個都我咁期間嗰度負擔啊，因為以前我哋協會上3年到4年。每年按到團體來好佢強啲嘛。我哋家東文史協會因為安尼成績啦，本台灣觀光協會嗬，伊都建議我哋講，2021年去台北嘅南港展覽館參加國際旅展，有用客家 V&V 嘅。一年呢嗬，2022年總共有45場呢，45場都個旅行社啦、個學校啦，啥我嗰啲朋友嚟到我哋家東嘅。去年有53場呢。我一年52禮拜去年有53場，按到包括台北咧，台北市文化局嘅學副局長帶領嘅18個同仁過來。我記得最有嘅都講日本東京大學嘅何陽生教授，伊不但來100、200，去年100帶啲博士生、碩士生都有。還嗰度英國啦、美國啦、法國咧，都不是都看到嗰度我個人，我哋17個帶路人地方。冇英文咧，有日文咧，佢唔講喺我見落來我哋有全部佢應付到出啦，因為安尼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要將我哋交通嘅部分要將啲資料翻做中文同英文、中文、英文、日文，啲資料除了我哋之前咧，我哋 FB 臉書我哋俾我哋客來交通，客來加東，以外咧也目前喺莊家上樓一片要做啲展示出嚟。我見來到一片要看到用英文介紹，用日本人用日文介紹嘅，對人嚟講認識我哋台灣文化，對我哋客家文化要較幾方便啦。因為講到文化旅行嘅一件事情其實台灣已經推咗幾久嘅，但是總嘛佢講國內旅行，睇下你都冇到上去，因為其實文化旅行一件事情，其實牽涉到幾多嘅唔同嘅面向。唔單止講，你那文化程度有拉擺冇，聽講你講故事嘅能力有拉擺冇，同時你自己去接待人嘅能力有拉擺冇。所以其實好多我哋已經節目都見到為止嘛，其實都慢慢嚟睇講，總嘛見每日睇緊嘅家東嚟講，文化旅行一件事情，而家看好了一推去年嚟話有53場，等於講每個禮拜都有一場，然後同時我國的人日本的全部來，是因為當初家東旅遊這個文化程度都拉擺嘅。嗰時好多我哋泰國都講，我介紹啲人以前當4個人。人家考試考係得有17個人，17個人要經下一啲專業嘅認證、專業嘅訓練以後，而至少講出來嘅東西，唔好講以前人講，人講嗰台，人講嗰種冇強嘅地方，係，而人至少講嘅東西，它有相同，安尼話都可以經下一集冇強嘅台，同時沙期嘅能量。
沙期係咪可以接觸到按到外來嘅人嚇？其實咪係最重要一點。哦，也部分就係樣去面對嘅。主持人講過錯啦，因為我哋第一度同過嚟學，我哋不但冇造成我哋沙期嘅困擾，等到嗰度外嘅人來啊，我哋沙期一般嘅居民嗬，在地嘅人啊，如果感覺用外嘅人來到我哋邊嘅嗬。你感覺講，尤其喺從中山太好位置上咧，都有烏人啊，有印尼，有越南咧，一條來全部講冇講我話嘛。你會感覺佢神奇啊，佢神奇講，我哋即個教育邊樣講，我嘅人呢來片流料啊，感覺講佢有啲光榮感啦，有啲光榮感。年啊，而且講會不開房間啊，有路啊，就各方面咯，而都會主動嚟即個鎖過槍。所以佢唱到變成一個正向嘅循環。嗰種除了我哋幾個點以外，路嘅部分啊，有感覺佢唱。我不是談到嘅旅行社好多人來片老了講，你開證那遐清氣。你講你較重要變按槍啊，嚟講係你較講有啲感覺就安尼啊。因為我哋常常會看到講，有啲沙期喺來開始辦沙期嘅文化旅行以後，冇到幾年都冇辦咧，做乜樣？喺沙期嘅人啊，佢都冇辦法。沒錯。因為一定從頭喺沙期嘅即係去輪班啦，然後對我沙期地步喺其他人嗰種冇關係嘅事情樣嘅，亦都看到等於來留了都隻嘅。但是我明白去家動，我發現到講，其實家動嘅人對我由我人來留了嘅事已經佢吃人嘅。佢吃人。嘿，同時佢買東西嘅時候，伊話同講嘅，伊話出咗我同講好耐，講係客人啦。因為你睇咗地講，可能來嗰度係好多人啦，講方言啦。嗰度等於講，其實也為啲文化旅行對在地來講，係唔係消費自家嘅事情，係我哋最重度所有人嘅事情。喺我哋嘛地講，其實我哋咧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有把我哋咧家動嗰邊要提報我哋咧無形嘅文化資產。一部分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講下咯？一部分都講，除了我哋家動，一部分老總地不用嘅甚至古蹟以外咪用啲歷史建築。另外都講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同我哋家動文史協會之前同咩方溝通以後，人能同意講由上屏東縣政府嘅文化處嚟提報無形文化資產啦，也都嘅牽涉到之前愛將嘅社會納咗前期嘅部分，向下嚟進行，要經過不斷嘅說明溝通嘅人要同意，同意以後有資料喺度講嘅兩個單位嚟寫以後，都喺面會診。2年一條審查委員都定安尼個百姓定嘅過程停3年。經過2年以後，最後文化處決定講，今年嘅3月份要開啲最後面嘅會議。我係我哋第一篇樂觀其成希望講將來家動也祝福百姓定答覆上嘅部分變咗無形嘅文化資產以後，家動要解放我哋客家文化佢保留嘅部分要佢越多嘅，對於我哋客家文化傳承佢要我哋發展先啦。30年前有安尼嘅故，有安尼想法都等於講，伊希望把遐規裝嘅可以保留下來，算是我哋啲古物全部保留下來，等於嘅神法可以保留下來，慢慢嘅，伊都變成一啲無形嘅有生命嘅一啲文化遺產第一片以後，我哋所有客家人嘅文化都停頓也會見，在地嘅見都可以繼續傳下去。咁未來有乜想法？當然，我哋會感染到正規嘅現實。啲30年前又有安尼念講來做安尼嘅堅持，爭取嚟不如長久，我哋又不持同嘅啦。嗰三呢一數接一數，我因為安尼聽得意，我係感受到伊自家伊對我哋家動對故鄉嘅一熱情嘛。我哋一片以後，都伴其他。好多人是其他教書呀，對話，因為看到講家動有安尼基礎可以來結合經濟嘅部分可以創造經濟嘅能力，吸引後生人過來我哋家動來發展啦。安尼，我就一數接一數接咗，也過路忙嘅，我哋要你幾百結束起來，就嗰度來看你講，你技術排咗各種按獎時間因為當講嘅 logo 咧，我哋家動採啲嘅研發有學嘅，伊啲設計嘅設施，伊估嚟設計嘅
哦，你就去帮，因为嗰度我感覺講，嗰度喺省人古嚟感覺講，我哋故鄉變安強嘅，佢願意介紹伊嘅朋友嚟講，我哋都家當嘅人講嘅，我哋故鄉，我哋叫佢哋講用咁嘛，吼。年以後呢，也最近也一兩年嘅經驗過事啊，也徵求太后有啲 USR 幾百地位吼，要將新幣同家當南邊嘅地位。我哋是講學術嘅單位，因為本身有實務嘅觀念，還有學術嘅一啲基礎吼，對因為一條按照專業嘅東西入來以後，可以協助我哋一條有按照基礎嘅部分哦，可以提升伊自家水準，一路非常好嘅啦。我也邊我感覺講，一方面對客家委員會啊、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啦、上公所啦吼。各方面咧，反正有一條資源全部入來啊，我哋請翻譯，我哋請監督，我哋請翻譯因嚟啦就，我哋上下會感覺講，按多資源入來以後也故鄉變得安強嘅，外天人願意來一片老了，老了了，一啲正向嘅循環又出來，我免到講我可以家當嘅人嘅情形啊，可以幫我哋其他客家鄉鎮哦。他介來參考，當然人哋睇老了以後，佢咪講奇怪，你家當要按多，從正醫生，正規醫師過路捱，過一萬多嘢呢，我一邊文史協會時的民間組織啊，冇錢呢，但是民人歸有現場嘅朋友啊，蕭家偉醫師、楊明祥醫師、楊港業，佢哋全部要給錢的嘛，講奇怪，你啊人家嘅鄉親又不按到給人哋錢啊？講我哋家當派我應該到，我應該到，唔會計較，但是伊願意俾我哋家當也啲故鄉啲打拼，願意出有安尼能力出錢出力，伊願意過來也得聽數啦。嗰時其實吼，泰國常常講嘅句話講，家當嘅昂然歸道啦。其實我相信唔係講昂然歸道，喺家當嘅歸道有時乜嘢，同時嘛對家當一塊土地有感情嘅嘢。基本上咁，我哋泰國佬現場分享安多安吉菜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有時間分享來家當老了，多謝安吉菜什麼。休息下我哋聽下啲時尚來，橋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